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第68节到79节，耶利米书第22章第1节到第17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的盼望。以色列人时常说，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以撒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。这乍听之下，好像他们所介绍的上帝是死去的人的上帝，但是事实上不然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曾经说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26节到27节。耶稣说，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上所记载那荆棘燃烧的故事吗？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是以撒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不是死人的上帝。你们完全错了。其实上帝不但是活人的上帝，他更是一个活的盼望。为什么说上帝是活的盼望？简单的理由，死人就不需要有盼望了。基督徒活在困苦艰难之中，因此盼望着将来上帝的赐福与保守。耶利米先知说，我上主命令你们执行公正的审判，伸张正义，从欺压者手中解救被压迫的人。你们不可虐待或压迫外侨、孤儿和寡妇，也不可在这地方流无辜者的血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大卫的后代就会继续作王，他们以及他们的官员和人们都可乘着骑马经过这些城门，进入王宫。但是先决条件是要能够执行公正的审判，也要愿意伸张正义，愿意将被欺压者从这个欺压者的手中来救出来。如果以色列人能够遵守上帝的命令的话，大卫的后代将会继续蒙福作王。若是他们不愿意悔改转向上帝的话，则是要继续在荒芜中过生活。耶利米先知说，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，我对你们发誓，这宫殿将成为废墟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在我眼中，犹大王室的宫殿像基列，又像黎巴嫩山那么壮丽，但是我要使它荒废，没有人居住。我要派人摧毁它，他们都要带来斧头，砍断那些美丽的香柏柱子，扔进火里。耶利米又提到以色列人不要为已故的王来哭泣，不要为已死的人来哀悼，因为这是没有盼望的。也不要为那些逼迫人民、强迫人民白白做工，
不付工资的人而难过，因为他们都有祸了。彼得在彼得前书这样说：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由于他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活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来承受上帝为他的子民保留在天上的福泽。这福泽是不败坏、不污损、不衰残的，要给你们这些因信上帝而蒙他大能保守的人，好使你们获得那已经预备好的，将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拯救。基督信仰的盼望，除了终极的盼望，更是基督徒活的时候的盼望。记得台湾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个超教派的大型的福音运动，那时候的主题是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这就很明白地显示了耶稣基督是活人的盼望。所以就如同彼得他所说的，因此你们要喜乐，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，或许必须暂时的受苦，这种经历无非是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，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。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，更必须要接受考验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、光荣还有尊贵。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；虽然现在看不到他，却相信他。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信心的效果，那就是你们的灵魂得救。所以我们时常勉励兄姐说，活着就有盼望，也如同俗语的所说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基督徒的柴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，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活着的盼望。谢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做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，让他成为我们的救赎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活的盼望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